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，申命记第4章第1节到14节，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赢过世界。这个世界充满着无法度料想的惊恐，充满着苦难，充满着挑战。这个时阵，人拢活伫世间，却是惊吓，无有平安。也亲像咱伫这几年所拄到的武汉肺炎同款。有一首诗歌是救世团保协会的创作，伊的名是《耶稣互你平安》。歌词安尼写：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，主耶稣是摒风的港湾，伊要互你平安。水一直冲不断，耶稣互你平安，耶稣互你真正平安，深深伫你的心里，水永远冲袂动。哦，耶稣互你平安。是啦，当咱在面对困境的时，咱可能会担忧，或者是咱会受打败。但是因为咱有耶稣会当帮助咱来赢过世界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偌困难？咱先莫讲这个总人数约略240万到300万。就是60万会当相战的人口数，这一群已经去互埃及同化的人，这一群已经毋捌上帝，阁需要介绍讲，恁的祖先的上帝、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这群甚至是一群种足无介意，甚至是讨厌摩西的人。咱知几十年前，伊阁是埃及的王子的身份的时，伊是一个统治者，是一个压迫者的角色。这个背景，互摩西咧带领因的工作变节，真做真正困难。因为因既然无介意摩西，也毋捌上帝，生活行为也拢是掠埃及人的生活模式来做标准。因毋知影通去敬拜上帝，是因为毋捌上帝，还是因为无敬拜上帝来袂记得上帝？这拢足有可能啦吼。后来因为安尼，上帝就透过这个制定诫命、颁布律法来规范因，来教导以色列人认捌上帝，知影上帝的规范，学习跟对上帝的脚步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军队40天，却犹原离开上帝远远。因为摩西需要忠心上帝的命令，劝勉以色列人着爱服从。圣经记载讲，后来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讲：恁着爱听趁我教导恁的法律甲规定，安尼恁才会当生存，并且拥有上主恁的祖先的上帝所赏赐互恁的土地。我的命令恁毋通增加，还是减少。恁必须爱遵行我所传授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
恁亲目睭看见上主伫比尼山所做的事，伊伫迄个所在消灭所有拜巴力的人。只有恁这一寡对上帝忠心的人，会当到今仔日还阁活着。我遵守上帝，咱的主的命令，将所有的法律规定拢教导恁。恁将来要占领的土地，必须爱遵守。恁必须爱确实爱遵行，安尼就会当其他的国的人显示恁的聪明甲智慧。因一听见这个法律，就会讲，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人民真正是又阁聪明又阁有智慧啊！无论偌尼强大的国家，拢有一个神明甲因的国民接近，亲像上主咱的上帝甲咱亲近一样共款。咱呼叫伊，伊就回答。无论偌大偌强的国家，拢无有即种的律法，亲像今仔日我教导恁的律法，遮尔啊公正，恁着爱谨慎。伫有生之日，毋通袂记即亲目睭见过的事。恁着爱甲恁的子孙，当年恁捌伫好的山骹，徛伫上主恁的上帝的面头前。迄时上主甲我讲，你着爱集合人民做伙，我要爱因听见我讲的话。互因学习忠心来敬畏我，并且教导因的儿女敬畏我。安尼，恁拢来啊，徛伫山骹，山顶乌云密布，火焰冲天，顶面庆出乌烟。上主对火焰中间恁讲话，恁只要听见伊讲话的声。却看袂到伊的形象。伊恁宣布伊甲你所立的约，爱恁遵行10条诫命。伊将这个10条诫命写伫2块石板。上帝命令我将法律规定拢教示恁，爱恁进入并且占有迄个土地了后，确实来遵行。以色列人要进入应允之地，是上帝所赏赐的应允以及恩典。但是因决心来行行，咱看到因行行遐个坚强大汉的非利士人，咱知影大多数的贪啊，唱衰家己，就亲像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共款。但是摩西甲因讲，恁着爱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安尼才会当赢过这个世界的挑战甲苦难。约翰伫这个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，安尼提醒基督徒讲：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拢是上帝的儿女。因为咱爱一个做老爸的，也一定爱伊的儿女。对伫咱听上帝，并且遵守伊的命令，咱就知咱是听伊的儿女。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就是听上帝。伊的命令并无困难来遵守。因为上帝的每一个儿女拢会通赢过世界，互咱赢过世界的是咱的信心。什么人会通赢过世界呢？只有信耶稣是上帝的囝的人，才会当赢过世界。因为相信来成做上帝的儿女，安尼的人才会当赢过世界。
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救恩的来源。只有坚定的相信的人，才会当赢过。信心摇动，亲像迄10个失败主义的探仔，都无法度来赢过啊！咱看见约书亚甲加勒安尼来反驳失败主义的人的时，因安尼讲：伫民数记14章第7节，对人民讲，我所探的迄个土地是非常肥的土地。如果上帝介意咱，伊就会带咱到遐，将迄片流年甲笔的肥的土地赏赐互咱。你毋通背叛上主，毋免惊当地的居民。我要将真简单就会通来征服迄个土地。是啊，只有亲像安尼信心的人，才会当赢过眼前的困境，才会当赢过世间的困难。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敬畏上主，深深意爱伊的诫命的，即款的人真有福气。因的子孙伫以色列的地一定会强盛，正直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。因的家内充满财富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在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慷慨小人，佮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，即款的人事事顺利。义人绝对袂失败，因永远互人笑脸。歹消息因拢毋惊，因为心坚定。我靠上主，因的心自在，拢袂惊吓。最后会看到对着，互上主拍线。因慷慨真济善请人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因的头会当举悬，受人尊敬。根据上帝帮助，阮坚定阮家己的信心。就算是伫眼前所充满的是塌崖，是困境，也互阮有看见毋望的眼界甲意象，靠主耶稣来赢过世界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